秦云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！刚才广播里说了，疫苗已经在空气中扩散，末日马上就要结束了。小梁，对不起，扛不住。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疫苗失效，丧尸暴动，请幸存者们务必待在安全的地方，保护自己。疫苗通知！紧急通知！疫苗失效，丧尸暴动，请幸存者们务必待在安全的地方。还有救！是吗？680，什么事？在刚末日前吧？上一世就是因为我家里囤了不少物资，才能坚持那么久，甚至还让那些畜生分走不少。可是我帮他们活了下来，他们就要喝我的血，吃我的肉。吴哥，这都末日2个多月，我是真没食物了。没有食物，那要你有什么用？今儿吧，借你一条皮，点3个开混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认字。我要等我下半辈子的工资，好好的活下去。我要让那些加害我的人付出代价。还有12个小时，末日病毒降临，时间紧迫，我必须做好应对末日的准备。秦先生您好，您一共有2套产权，一共是贷款1100万，您需要在1个月之内还清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将会收回您的房产所有权。多谢。1个月，再过1天，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疫苗。多谢。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笔钱花掉，变成末日能用的物资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能活下来。姐，你瞧，那边那个不是姐夫吗？你哪儿来的姐夫？你姐还没结婚呢。哎，还真是他。哎呦，姐，你快别写了，还办什么信用卡？这才多少钱？我刚可听说了，他现在手上可是有1000多万，还是现金。什么？1000多万？秦源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想要娶我300万的财产，1分都不能少。宝贝，外面好吓人啊，都是丧尸，我饿了，你能给我送过来点吃的吗？我跟弟弟都已经2天没有吃饭了。好，来，我马上给你做。让我给徐35开门，他砍了我1条腿啊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啊。宝贝儿，吃饭了，来，长得你真像。秦云，我先挂了，我还有点事儿。蔡小霞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我呢，对你的态度很满意，花300万娶我是你的福气。姐，你是个傻，什么300万？他有上次是1000万呢。我觉得300万不足以表达你对我姐的感情，500，啊不，800万更合适，还要搭一辆100万级别的豪车。秦云，
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咱们2个人结婚，给他买辆车，也应该是基础条件吧？马上世界末日了，我没空跟你们磨叽。秦宇，发什么疯呢？什么世界末日？我说了，我赶时间，借过，闪开！哎呦，你干嘛？你还想不想娶我姐了？蔡成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很赶时间，以后的账我慢慢给你算。但是你现在再敢拦老子，我弄死你！我姐，你看他，这小子是不是疯了？这还没娶我姐呢，就想对我这样，他以后还了得？他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大？啊，我知道，知道什么？你说他怎么会突然取这么多钱呢？还什么世界末日娶不到我，不就是他的世界末日吗？他取这么多钱呀，肯定是为了给我个惊喜。哦，我懂了，这小子想玩浪漫，只不过被我们撞破了，所以故意演得很凶，还玩心掉了。好吧，那我就原谅他了。咱们回家，等他上门来道歉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也不能这么凶你。到时候我一定让他补偿你。走。好嘞。我需要大量的食物、水，还有日用品。食物最好能保存，能存个10几年是最好的。然后还有日用品要齐全，沐浴露、洗发膏，还有小伙，你要的这些东西都是日常生活用品，你一次性买这么多，一个人能用50年，真要这么多？马上世界末日了，我很急的，今晚可以送到我家吗？世界末日？哎呀，小伙，你还挺幽默啊！这是哪儿来的傻子？还世界末日呢？囤这么多吃喝拉撒的东西，用到死也用不完啊！如果你能在10个小时之内送到我家，我可以付全款，每早1个小时。我私人再给你加10万。啥？10万？我没必要骗你啊。秦先生，8小时，8小时，你要的东西绝对到位。这种傻子多来几个，我不就发了？哎，就这扇门，你帮我改造成那种银行金库级别的，除了我谁都进不去那种啊。还有窗户也要加固，倒也不难。不过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吧。你这一扇金门可不便宜啊。不过说句不好听的，就你屋里这些东西，不可能没这一扇门。老同学，听我一句劝，世道已经变了。如果你做完这一单呢，早点回去，囤点物。你可得了吧你，这搞得神秘兮兮，咋还能世界末日啊？哦，对了，天台呢我也租下了，你帮我安装一个太阳能发电，还有那个净水设备。哦，对了，窗户也要做成防弹玻璃。没有问题，只要你不同意，他连只苍蝇腿都飞不进去。他连只苍蝇腿都飞不进去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需要的这个安保系统的级别它特别高，这个费用嘛，它也不会很低。我帮你细算一下，最起码得去120万5个小时都能搞定。5个小时，不是怎么能够？我给你200万。要给爸爸，行，你就交给我吧。最后2箱了啊！呀，这秦宇你发财了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！哎呀，哎呦，这牛肉看着挺好，你小子混得不错，给你大妈也来点。放下！哎呀，你买这么多东西，我拿点怎么了？那都邻里邻居的，干嘛这么生分？我说最后一遍，放下！你要再动一下，我报警啊！哎呦，秦小子，你几个意思啊？还能报警吓唬我？你以为你王大妈是吓大的呀？不就拿你一点牛肉会死啊？搞得跟谁买不起呀？买得起自己去买，你别耽误时间。哎呀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一大把年纪去超市多费劲呐！你看你买这么多东西也吃不完，大妈这是在帮你。大不了我回去啊，给你转100块钱。100块，这顶级的牛肉1块都2000多，你拿了多少？啊，100块，留着给自己收尸吧。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收尸？好啊你当你是谁呀？黑社会啊！大家快来看呐！还有没有王法呀？这法治社会有黑社会欺负老人家呀！赶紧滚蛋，别人比老子动手啊！怎么着？你有本事你还敢打老人呢？你有本事你打死我呀你！你来呀！秦先生不打我打，老不死，想耽误老娘赚钱？秦先生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处理，这些货不到10分钟就能搬完，绝对不耽误你的进度。好。哎，你嘿，老不死的，
害老娘差点没了20万，还不滚蛋！好啊你，敢在我们小区打人，你给我等着！齐先生，您买这么多吃的，现在又有太阳能发电制冷，就算这末日再多几10年，你也吃喝不愁了。谢谢啊。客气。末日已经要降临。对了，小李，我差点忘了这场。虽然上一次末日它没有出现意外，但是这一次重生，万一引起蝴蝶效应，不行。等等，我是被砍掉一条腿之后认识的肖林，在他的帮助之下，我才活下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他现在还不认识我。哎，不管了。小李，我是金运。时间有限，我跟你说啊，30分钟之后，丧尸病毒即将席卷全球，99%的人都会变成丧尸。你千万不要出门，挂好门窗，关灯，切记了。喂，怎么了？又是哪个追求者给你打的骚扰电话呀？不是，这个人跟我说什么马上世界末日了，让我锁好门窗，不要出门。不是，这也太奇葩了吧！这都什么新奇的追求方式，连世界末日都蹦出来了。的确，确实是有点莫名其妙。关键是我都不认识他呀。他说他叫什么秦云？秦云，你给我滚下来！操！等等，那边围着的人好像就在喊这个名字。走，秦云，走。秦云，你给我滚下来！臭小子，你给我下来！就是他，这天杀的秦云，我一大把年纪找他买点牛肉，他居然这样来打我，这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大家评评理呀！小区里怎么会有你这样男人啊？还动手打老人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姐夫，你还打女人呢？你这样娶了我姐，不得家暴啊？得加钱。得了吧，王大妈什么样子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她肯定是看到人家秦云买了很多东西，想占便宜呗。放你的屁！我会占他的便宜？我在小区几10年，我会占一个小年轻的便宜。我说过要给他钱的，是他自己不要的。再怎么说，动手打人就不行，而且还打女人、打老人。秦云，赶紧给王大妈道歉，要不然让法律制裁你。对，道歉。你凑什么热闹？多有意思呀！这个秦云还打女人，还给你打电话说什么世界末日，我看呐，指定就是个神经病。不知全貌，不予评价，别乱说。住了，死老太婆，给脸不要是吧？啊！思，我们回家吧。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，我们还要回家收衣服。就再看会儿，多有意思呀！再看会儿。时间差不多快到了。什么时间到了？今天这事你要不给我一个交代，你别想走。交代，你们要是都能活过今天，我就给你一个交代。你几个意思？这么多人，你还想动手打人？秦云，这月黑风高的，你还觉得自己还是黑社会大哥吗？你敢动王大妈下试试，我这就报警。对，报警，让警察把他给抓走。王大妈，别担心，我们这么多人的，不怕。周红，你怎么了？周红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周红，小伙子，你怎么了？兄弟，哪儿不舒服啊？我太累了。谢谢。我怎么了？
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没事儿，世界末日罢了。谢谢。不用谢，我还欠你一条命。声纹匹配，欢迎回家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突然所有人都疯了？这就是你手机里跟我说的世界末日，世界末日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报警，赶紧报警！别白费力气了，准备好迎接世界末日吧。你要去哪儿？洗澡喽。怎么老是忘带钥匙？风风火火的，你干什么呢？都多大的人了，怎么像个小孩子一样？我去，你是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还能不慌吗？无所谓啊，反正我待会儿就要出去约会了。约会？哎，对了，如果秦云过来道歉的话，你记得给他打发了。这家伙最近脾气越来越大了，得压。约会？都这个时候了，姐夫找你约会？什么姐夫？我怎么可能会跟秦云那个家伙出去约会？还有啊，你别再给我乱叫姐夫了，让别人听见不好。千万别出去，先在外面。这么快起来接人家了？起开！别开门！外面全是丧尸！外面全是丧尸！乱了，全乱了！起开！哎。你怎么不早点跟老娘说？吓死老娘了！我说了你不信呀！完了，全完了！你们俩要不要一起去洗个澡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谁还有心情洗澡？就是，而且我们两个女孩在家都不安全呢，万一你对我们图谋不轨，你要觉得我不是个好人的话，你可以出去啊。行。你思思，秦渊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不要任性。看，还是萧凌懂事儿。张思思啊，我可不欠你的。你要是不愿意待着呢，说实话，我还不愿意收留你。非常抱歉，思思他不是这个意思的。我并没有生气，我只是希望某些人能明白，现在外边可都是吃人的丧尸，我们接下来可能几天几个月，我们都要待在一起的，懂吗？一个变态男住一块真是太吓人了。联邦军什么时候来救我们呢？不管联邦军队来不来，你们都要跟我待在一起。不过，我要约法三章。第一，没有我的允许，客厅绝对不允许打开门。第二，楼下是绝对的禁区。第三，我还没想，后面再讲。那这事你家都听你的。很好啊，有点饿了，你们谁会做饭？还有人活着吗？
妈呀，这小区里全是丧尸，太可怕了！我姐姐死了！乱成这样，联邦军什么时候才能来呀？大家要相信联邦，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曾经的我也坚信很快会有救援，然而灾难远比想象中的严重。3个月，丧尸整整进化了3次。第1次进化，失去视力，但换来听力的大幅度增加。第2次进化，力量暴涨，能轻易撕碎房门。第3次进化，嗅觉增幅，能根据血腥味找到幸存者。然而，在这场灾难中，最大的危险却来自于同类。怎么才这么点儿？不是，我怕哪来的有声音，万一有丧尸，你快点让我进去吧！丧尸，你快把他引走，别躲家门口！别让我进去！想害死我快！胡哥，这个末日2个多月，我是真没食物了。没有食物，那要你有什么用？这样吧，借你一条腿，你俺3个开混！胡哥，而这一次，重活一世，我囤积无数物资，将家里打造的固若金汤。哪怕人类终究会灭亡，我也要做那活到最后的人，并且亲眼看着那些奇兽一个一个的灭亡。秦云，哦，怎么了？刚才走神？你快看群里啊，他们在说你。说我什么？就说群云那小子怎么提前偷那么多东西？他是不是早就知道要发生这些事儿啊？这老太婆竟然还没死！小花，你怎么这么有默契了哈？让你知道也不说，害了那爹我一点准备都没有，还死了10来个兄弟。说，咱怎么办？就是，现在大家都处于危险之中。秦云，你要负很大的责任。如果没有提前通知，我这就不会死。徐三虎，你在搞笑吗？啊！就算我提前知道消息，我凭什么要告诉你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还有你，周雪，你姐姐变成丧尸关我屁事！你别在这狗叫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这件事儿，就算说了也没人会相信吧。你干嘛呀？你徐三虎之前可是混社会的，咱们惹不起的。你要是惹不起，你可以离开我家。我本来也不想住。你以为我想在这待着呀？要不是看在萧玲的面子，要不是看在萧玲的面子上，你现在早就被咬成丧尸，还能有机会在这儿跟我唧唧歪歪？我不是。哎，思思，对不起，我去劝劝他。小虎，你胆儿挺肥啊！敢怎么和俺爹我说话？我等。哎呦，我好怕呀！混社会的好牛逼呀！求你赶紧过来砍死我，不然你就生我孙子！你就生我孙子！走！哎，我的妈！这小伙找死呀！胡哥，您先别生气，我们现在实力大损，弟兄也有很多都变成丧尸了，现在不宜冲动。那就让他抢我头上拉倒，那我现在怪他们混。现在外面这么大规模的灾难，我们的活动空间和物资也都是有限的。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食物，以咱们的粮食储备量，恐怕撑不过2天了。什么？怕什么？小柯肯定有，我们挨家挨户去搜，有我顶多2、3次丧尸，我徐三虎会怕？这是一个办法，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。食物是会腐败的，我们能够吃的，也只不过只有这种包装袋的食品。这种东西啊，寻常人家里不会有太多。哎，他们说秦云家囤积了不少物资，咱们去抢呗？你动动脑子好不好啊？不说外面有多么危险，就算我们冲得出去，
秦云已经提前知道了末日降临，他会不做准备吗？哪有那么好抢啊？那怎么办呢？咱们总不能饿死吧？出还是要出的，只不过咱们得换一种方法。秦云这个人我知道，小区的老助理，他还有一个马子，叫蔡小霞。就先让他嘚瑟嘚瑟，到时候再把他对象绑起来。妈，该研个酒，他那真没见过喝酒的呀。你说怎么突然间变成这样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以为只有电影里才会有丧尸，谁知道成真了呀！小林，我害怕，我一想到小区里全是那种怪物，我有些腿软。我也害怕。你之前不是说你不害怕吗？你怎么现在也害怕了？这是什么声音啊？这是？好像是楼下，会不会有别的幸存者也被咬了呀？他们会不会从窗户里爬出来？哎呀，这小区里你叫什么的几千个丧尸啊！不会，这里是顶楼，他们爬不上来的。啊！不行不行，太吓人了！我们去找秦云吧。你之前不还说人家要对我们图谋不轨吗？这已经不是图谋不轨的问题了。我们两个女孩子，万一丧尸真的冲进来，我们得死翘翘啊！我觉得，我觉得你说的对。你们大晚不睡觉，你们干什么？刚才外面那些声音你没听到吗？哦，听到了呀。末日第一天，那些运气不好的被丧尸狩猎，不是很正常？有啥大惊小怪的？啊，你是说那些声音？那些声音就是那些正在被吃掉的幸存者，不用在意啊，跟我们没关系的。那我们……哎呀，放心，我们家安全的很，外面那些声音习惯就好。习惯？这怎么习惯呢？你怎么那么淡定？任谁经历几个月的末日，都会习惯的。秦云，我们可以跟你待在一起吗？啊？秦云，我们可以跟你待在一起吗？啊？这我这房间它一共就这么大一张床。哎呀，放心，我们要散我知道。不是我。好了，这个是三八线，学这边，我们是这边，不打扰。没想到我们第一次度过的夜晚，会是在这样的情景下。我已经开饭了。那就好，你一定要养好伤，吃的不够，我会再想办法的。小玲，如果病毒没有爆发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不认识啊？应该不会。那我是不是应该说，其实我还蛮幸运的，在爆发病毒之后，我认识你了。这也同样是我的幸运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等这一切都结束了，如果我们都能活下去，你会愿意吗？我愿意。起这么早啊？你那呼噜打的这天响，谁睡得着啊？主要是现在这个情况，
实在是睡不安稳。放心，这方圆几十里没有比我家更安全的地方。就搞这么点东西啊？现在这个情况，谁知道还要坚持多久啊？这吃的喝的是吃一点少一点，我们得省着点用。省什么省？早上多吃点好的，我浑身难受。来，把这个做了。我们现在3个人，冰箱里本来就那点东西，你这要是吃完了，不得饿死？不行。哎，我的东西啊，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你不吃可以选择不吃啊，别降低我的伙食标准。不吃就不吃，我还不信呢。家是真是动动都没有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哎呀，给我吃米饭，吃这个。不用不用，我不需要，你吃吧。哎呀，让你吃你就吃，别废。他说他不吃这个，他要节约粮食。吃，太过分了。吃。谢谢。这一次我不会让你再受苦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来，还吃不吃啊？我也不是非吃不可的，主要嘛，怕害怕浪费粮食。现在食物这么紧张，可不能浪费。姐，这丧尸应该进不来了吧？这都1晚上了，我感觉咱们现在应该安全了吧？姐，我饿了。你去看看冰箱里还有什么吃的没？姐，你说什么呢？咱们平时都点外卖的，从来没在家做过饭，家里就2袋米，干吃米饭哪咽得下去？等等，姐夫秦云他不是囤了好多物资吗？怎么都他要？秦云，可他还没主动跟我道歉呢。你是不是傻？都啥时候了，你还关心这个？我都要饿死了。再说了，你找他要东西，这不是给他台阶下，他不得屁颠屁颠的跑过来找你认错？你说的有道理。末日病毒已经席卷全球，人口削减99%。秦云，我们家什么吃的都没有，我饿了，你给我送点吃的呗。哎呀，你都没吃早饭了吗？那也太惨了。你想吃什么呀？随便，要是有泡面什么的能储存久一点的，可以给我多拿一点。泡面，说实在的，我也没有多少。你怎么可能没有泡面呢？王大妈都说了，你之前存了好多物资呢。我说真的，不信我给你看。那看到了没？我现在只能吃这些。靠！老娘在这儿饿着肚子，这狗男人在这吃龙虾红烧肉。姐，我也想吃红烧肉，吃龙虾。你以为老娘不想？老娘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我怎么会认识这种男人？像他这种死宅男就该去死！没有泡面，这个也行，你赶紧给我带下来。这车上面有好多丧尸，好害怕呀！你说我万一给你送过去的时候被咬了，太危险了。我都饿成这样了，你还这么多借口？就2层楼的事情，你小心点不就行了吗？你连这种事情都办不好，还想娶我？你让我以后怎么放心让你给我安全感，让你给我幸福呀？那你等着。那你等着吧。姐怎么样？他回了吗？他说让我等着，应该一会儿就送过来。还是我姐妹里的，把他迷得不要不要的。你以为你姐纵横情场这几年是白混的？区区一个秦云，你姐勾个手指，她就得爬过来给我当狗。
王大妈，周姐啊，我告诉你，这秦云啊，真不是个东西。他怎么也不早说这末日的事情，我们家都没有多少吃的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就是，要不是他，我姐就不会死。不行，这没吃的可撑不了几天。他们家那么多吃的，我们得想办法把他给要过来。这样，我到群里去说，你也带个头。等物资到了，你的我如数奉还，他的我3七分成，怎么样？好好好，我配合你。就先这样啊。所有人听着，现在到了危难之际，我作为6号楼的楼长，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团结起来，把所有物资都交给我统一管理，我给大家平均分配，一起渡过难关。秦云，你带头做个表率，怎么样？我支持。现在情况这么紧急，必须要合理分配物资才行。好啊好啊，多给我分配点，我们家什么都没有。给你分配，完全应该给我分配。提议的很好啊，下次别提议了。秦云，你几个意思？困难当前，你敢破坏团结，你一点担当都没有。这国家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？别给我扣帽子啊，没有用。有那时间，不如去楼道里边赶紧把那些丧尸清理一下。还想让别人拿命去给你送物资啊？你脸可真大！秦云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给我送物资啊？我这都是为了大家好。而且你家不是住顶楼吗？你可以用个绳子把物资从窗户运下来。我觉得王大妈说的有道理。你在顶楼，我们下面都可以送到。你有这么多物资，这时候就应该拿出来分享才是。对，都是秦云的错，他背着我们自己囤物资，也不说给大家分一点，一点公德心都没有。我呸！这也不是秦云该做的呀！世界末日和这小伙子有啥关系啊？哎，刘大爷，你闭嘴！有本事自己来拿呀！傻。我听他们说你囤了不少物资，我看这冰箱里也没多少，你放哪儿了？没事呢，就别瞎打，有时间帮忙打扫打扫卫生。来不用，也不累，我来就行。啊，好，那我就躺会儿了。不让我去楼下，难道东西都藏在楼下？傻乐什么呢？姐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群里都在声讨秦云呢，让他分物资出来。你是不是哪儿傻呢？有什么可乐的？秦云的物资要是分给他们的，给咱俩的不就少了？对，那可不行！都闭嘴！我姐夫的东西都是我和我姐的，你们休想占我们家便宜！我就知道这个秦云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吃着碗里的，想着锅里的，都是别人姐夫了，还想追你？人家也没说要追我呀。小玲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他那个态度你还看不出来啊？这还不是对你有意思？我觉得你想多了，我们之前都不认识，感情啊也是要有基础的。得了吧，这男人啊都是下半身东西，我比你懂。你要不信的话，我给你试试。你要干嘛？你别搞事儿啊！你就看着吧。你看人家最近都瘦了，是不是变好看了呀？不好看，换一批。你看你闹什么洋相，丢人了吧？不是，你这人有没有审美啊？你再这样说话，我生气了。那你生气吧。什么情况？不会吧？停电了？
吧，停电了。不仅是电，水也没了。停电了，有意思的呀。还好提前做了准备。唉，来了，这种时候要是没水，我们可就危险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看群里，好像除了我们，大家水电都停了。那赶快啊，趁着我们还有水，赶快找点东西接一下。你们干嘛了？你们干嘛了？别人家都停水了，我们得赶快接一些，不然没水可就糟了。对啊对啊，你还站着干嘛？不过来帮忙？你们猜猜我们家为什么没停？可能是因为水管里还剩一些。哎，可是这里是高楼层啊，就算有水，应该是低楼层才对啊。笨蛋！当然是因为我家的水电系统是独立备用的。那楼上的天台也是我的，我在上面安装了一个超级大的水塔，就即使你俩每天洗澡，也够用个1年半载，别怕。你们家还有水塔呢？那电呢？当然是太阳能发电了，已经铺满整个天台了，发电都大过消耗了，根本用不完。那空调就别给我省了啊，开冷点。要是现在这个情况，手机是不是很快就要断网了？这倒是没错。网络虽然是独立的供电系统，但最多也就坚持1个月，在那之后，所有的幸存者都是一座座的骨头，秩序崩塌，人性扭曲，这才是真正的末日。现在局势越来越差，我们还有救吗？小玲，我害怕，我不想变成丧尸，丧尸太丑了。不怕不怕，病毒爆发我们都活下来了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真的吗？放心，第一波病毒爆发没有变成丧尸，就说明有抗体，被咬2口也没关系。这种事情你都知道？难道你被咬了？你们那天没有看见吗？王大妈那货被咬了好几口都没事。我们家也没电，你们呢？我这儿也没有。我老战友给我的消息是，每天只有半个小时通水电。我家也没有，以后不会彻底断了吧？什么时候才能有救援啊？我们是一线大城，城里起码有几千万的丧尸，每天半小时通水电，都是不知道多少英雄拼了命才能做到的。至于救援，短时间内恐怕不可能啊。形势很严峻，所有人必须将物资交给我统一管理，这是命令。根据联邦立法，小区开始进入战时管理。我作为楼长，是当前最高长官，所有人必须听我的，否则等救援到了，大家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战时管理条例好像是说，当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，要统一服从分配。我们要听吗？听了够吧？他是个什么管理啊？连个公职都没有。业主群楼长算个什么东西？拿鸡毛当令牌气。不行，这可不行。万一到时候联邦军队过来了，我们岂不是违法犯罪了？我觉得我们应该配合。张思思，你有什么？吃我的，住我的，你拿什么分配给我的？拿身2天没洗的衣服，都味儿了，还想当圣人？思思，我觉得秦云说的对啊，我们是该洗个澡了。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吗？给你分配，你怎么不知道给我分配呢？秦云，
这是命令，如果你不配合，就是在违法。你随意，我告诉你，我这点东西呢，就算喂狗，也不会喂你这条老狗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姐夫的物资是要给我的，你个臭老婆子，别想了。蔡晨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这不是骂自己是狗吗？哦，是啊，我这肯定是饿傻了。姐，秦云他怎么还不把东西送过来啊？这都晚上了。的确有点不像话，都这么久了还没送过来，不就2层楼吗？他小心点，躲着点丧尸，不就爬过来了？姐，你就催一下吧，这群里的人都惦记着秦云的物资呢，咱不能让他们占了先。我催他，他还没有主动跟我道歉呢，我还没原谅他呢。我不管，反正得他先跟我说话。啊！我不管！啊！我饿了，老爹老妈在这里看看，姐不管我了，姐不管我。行了，别吵了，我去问。你再这么吵，回头再把丧尸招过来。秦云，你怎么回事啊？都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送过来啊？还真把自己当儿子。我送不出去呀、楼道里有好几只丧尸，我怕会被咬的。你怎么这么蠢呀？群里王大妈不是都说了吗？你用绳子把食物给我从窗户上放下来不就行了？可是那么多人，那么双眼睛盯着看了，中间隔着2层，要是送过去，中间被人截胡了怎么办呀？你怎么还在找借口呢？啊，我不管，你自己想办法。你今天要是送不到，你以后都别见我了。哼，以后肯定会见的，只不过是在你的葬礼。啊，太舒服了。是啊，谁能想到这都世界末日了，我们还能在这么舒服安全的地方洗热水澡。这么说，这秦云还挺厉害呢。不过他是怎么提前知道要爆发丧尸病毒，还做了这么多准备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说这个丧尸病毒会不会跟秦云有关系？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，他就是隐藏在暗处，想要毁灭世界的神秘组织。毕竟他动不动就凶人，看着就不像。我觉得是你想太多了。秦云要是坏人，他怎么可能救我们？更别说让你在这儿舒服的洗澡了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万一呢？万一他就是贪图你的美色，然后把我们囚禁起来，对我们做坏事怎么办？我相信自己的感觉，每次看到他的眼神，我总觉得我们好像是认识很久的朋友。他不会是你说的这种人。话说，我们有衣服换吗？那个秦云，你能来一下吗？那个秦云，你能来一下吗？哦。等一下，我们不太方便。我金刚，你别过来啊！我连我穷逼的。我刚才要是想看，你们刚才洗的时候，我为啥不进来看嘞？不好意思，我想你有多的衣服可以借我们一下吗？哦，没衣服穿了。可是我也没有女人的衣服给你们。要是没有的话，你的也可以，大一点就行。我的，行吧，等着吧。哎，还怪合身的嘞。合身啥呀？这么大？有的穿的不错了啊。谢谢。秦云，这都几点了？你怎么还不来？你要是再不来的话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我了。这个人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我听群里他弟弟叫你姐夫，是你女朋友吗？女朋友？哈！我要有这样的女朋友，我死都不瞑目。哎，
这件事儿啊，说来话长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哦，也就是说你们一直是邻居。你父母去世前想撮合你和蔡小霞在一起，但是他要了你300万的彩礼，还要让你在房子上写他的名字。这个瓜有意思啊，可比电视剧好看多了。所以小玲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结婚是2个人在一起共度余生，想要陪伴在一起一辈子的人，金钱只是基础。如果真的要把结婚变成跟做生意一样，我可能不会喜欢。说的太对了。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。反正如果是我的话，真心想要和一个人在一起，没有彩礼也是可以的。唉，现在说这些也不重要了，反正都已经末日了，钱都没有用了，指不定啊，再过一段时间，结婚估计2包泡面都能开心的飞起来。啊，2包泡面就能结婚？不至于吧？你也太夸张了。夸张？哼！你们是在我家吃好的喝好的没感觉，你知道现在外面那些幸存者是怎么过日子的吗？别说2包泡面了，我现在倒杯水拿外边，你信不信他们都得屁颠屁颠回来给我做保姆？呸！死宅的幻想！你不信是不是？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别吃我家东西，自己想办法。你听，不吃。气死我了！这都几点了，还没来？亏我当初还想嫁给他呢。要不是看在他条件好，像他这样的男人，我看都不会看他一眼。怎么了，姐？秦云他是不是不来？妈的，真过分！这种时候了，也不是在姐面前表现表现，活该娶到老婆。我现在心情非常不好，别惹我，小心我连你一起骂！臭小子！喂，姐夫，你怎么把我姐惹生气了？你这让我怎么帮你说好话呀？啊！她现在虽然生气了，但是还有补救的机会，你赶紧把吃的带过来啊！为什么呀？你带着吃的上门道歉，她饥寒交迫之下一定感动的稀里哗啦的，这是个机会，你要抓住啊，姐夫！真的是这样吗？患难见真情啊！你把她哄好了，你们后面的婚礼不就妥了吗？这一点点吃的，换她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你赚大了呀！有点道理啊。但是外面现在丧尸很多，我出不去。你说有没有种可能，你自己来拿呢？你让我去！姐夫，你疯了！我这细皮嫩肉的，万一被丧尸啃一口，那还得了？哦，那我出去不也被咬吗？为什么不能是你被咬嘞？姐夫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这给你机会，你要好好把握住啊！那这种机会啊，说实话，不要也罢。上一次就是什么所谓的狗屁机会，害得我差点丢了命。怎么才这么点儿？是我怕奶奶的女生，万一……有丧尸，你快点让我进去吧！对吗？丧尸，你快把他引走，别锁家门！你让我进去！让你下来，给我滚！蔡小霞、蔡成安，曾经我一叶障目，看不清楚你们彼此死里的真面目。这次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好过。接下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晚上那件事也该发生了。今天晚上，蔡小霞家的女人已经变成丧尸了，调到了她家阳台。因为我们介入，他们引走了这只丧尸，可是我却被丧尸咬伤了，养了1周才恢复。姐，我好饿，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，我要饿死了。厨房里不是还有2袋米吗？
你去煮饭给咱俩吃。这干吃米饭哪吃得下去呀？都怪秦云那个废物，这么久了，连个吃的都送不上来。就当是我瞎了眼，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跟他好了。我没想到他是这样，一点担当都没有。姐，其实也不用直接把他甩了，现在这环境，他还是有点用。我们这样，我们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把东西给他送来，咱再甩他。你说的倒也挺有道理的。现在咱们这栋楼里边，应该属他家屋子最多。可一提起这个来，老娘就生气。不就是一两只丧尸吗？我最讨厌胆小的男人。这一次没有我的参与，我看你们怎么过。什么声音？我操！这丧尸都冲家里来了！前夫，救命啊！哎呀，成啊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前夫，有丧尸冲我们家了，快来啊！啊，那个这么危险！哎呀妈呀，你可坚持住啊！我一会儿就来，我马上就来啊！啊，姐，我不想死啊，姐，我不想死啊！你不是给秦云打电话吗？他什么时候才能来啊？喂，姐夫，你还有多久到啊？啊，马上啊，坚持住！马上是多久啊？啊，马上是多久啊？秦云，你赶紧跟老娘过来！你再不过来，就要给老娘收尸了！我也不会收尸啊，要不我学学？你喜欢什么颜色的骨灰盒？回头我给你挑一个。你滚开！胡哥，我已经探查过了，咱们这一层的丧尸已经全部都跑到下一层了，现在就是咱们出去的最佳时机。一直待在屋里面也不是个事儿，没有吃没有喝的。现在这个情况，咱们怎么也得出去拼一把。哥，你说走，我就走。那就走啊！怕什么？就在他觊觎上了，我已经扒开。走，走。胡哥，没错了，就是这儿，这就是秦云那个马子的家了。很好，把他对象抓起来。秦云不老实也得老实啊。听说再有点身材，那叫一个整体，到时候跟他狗逼爽一爽。我去！妈！走！哎，哥，这丧尸也没那么难对付啊！把他扔下去。走。
太好了，终于得救了！你们太厉害了，幸亏你们来得及时，我姐还没遇到危险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叫蔡小霞？哥，我是蔡小霞，今天谢谢你们救了我，在这个时候还能舍身救人的人真的不多了，你们是大好人啊！阿弟，俺们是好人，专门来救咱的。哥，他怎么咬了？虎哥，小心！在电视上看过，被丧尸咬过的人，有很大概率也会变成丧尸的。被咬了也不早说。你也没问我。哥，我真的没事，我真不会变成丧尸的。虎哥，你要相信我。变不变的，又不是你说的事。虎哥，放了我姐吧，她肯定没事。不别骗，这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妈的，这俩穷逼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。我们2个人都饿了2天了，都快饿死了。云云呢？他不是囤了一堆物资吗？没给你俩送点儿？他在市场怂货，他一直说外面有丧尸，他不敢出门。他要是给我们送来了，我们俩岂不是又饿成这样？就是，秦云他简直不是个人，他一个人在家吃龙虾，让我和我姐在这饿肚子。哥，咱不能白来了吗？白来，我徐三虎从来不做不赚钱的买卖。过去。现在给恁姐夫打视频，就说恁姐在我手上，让他把手里面的物资都给我送过来。你他妈什么？让你打你就打。姐夫，你怎么还不来了？哦，我吃饭了。你们那边怎么样了？坚持住，等我吃完了我就来你们哦。我不是都快死了，你在吃饭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我不吃饱点，我怎么有力气去救你们，对不对啊？坚持住，加油！我一会儿吃完就去。那妈，你在这儿都亲戚呢，快说正事儿。这徐三虎是？你那儿有人？是虎哥他们，幸亏他们来得及时，要不然我和我姐就给丧尸吃了。徐三虎把他们救了，操，这2个人真命大！妈呀，废话真多。就你叫青云啊？你之前不是听狂了吗？我也不跟你说没有用了啊！来，俺对象在我手上，准备那么办吧？那能准备那么办吗？哎呦呦，不知道哈。你囤了不少物资吧？我要的也不多，9成的物资。俺和俺对象还有他弟这个表，9成，还真不多呀。我徐三虎在道上混，讲的就是一个诚信。看见了吗？俺对象现在还活了，但是你要敢拒绝我，我就不敢保证了。对了，我想准备吃什么龙虾哈，把龙虾给我拿过来。龙虾，我说实话，我真没买多。那我现在只有这些了。那妈，你还给我装呢？我跟你说哈，你现在没有给我讨价还价的资格。你要是敢不同意，我保证他俩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哎呦，我好怕呀！你一定要说到做到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完事儿之后，记得给我拍个视频啊！什么情况？徐三虎把蔡小霞绑架了？这外边这么多丧尸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正常，这其实楼里边还好，丧尸都在自己家里待着。至于楼道里面，小心点还是可以。你现在要怎么办？我们要去救他吗？疯了，我去救他！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！啥事儿别往心里搁。来，思思，你怎么了？你在想啥呢？没怎么。挂了，这他几个意思？就这么挂了？虎哥，我怎么感觉这小子完全不在意这个蔡小霞的死活啊？哥，我以为秦云能送点物资过来，咱这不白忙活了吗？
这菜谱这么用。不是这样的，秦宇他很听我话的，他一直都是我的舔狗，他在骗你们，骗你们。就是，姐夫最喜欢姐姐了，他经常装作不在意，然后给我姐惊喜。上次就是，他偷偷去银行取钱给我姐，还不说的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的。少说话。这样的啊，我平时让他往东，他都不敢往西的，他一直都很听我话的。他肯定是怕我受到伤害，所以故意假装不在意我的。我看不是这么回事啊，虎哥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这个傻缺女人她自我感觉良好？我刚刚视频的时候看到秦云家里有俩女的，这俩是谁呀？他们家有女人？好，他居然背着老娘找女人，还住在一起了，老娘非死了！哎，哥，那俩女的其中之一我好不认识。哟，小贱人还活着呢？听说你最近过得还挺滋润啊？你爹欠我那20万，什么时候还？不是10万吗？我都已经还了8万了，怎么又变20万了？10万是上个月的价，这个月连本带利2。你们这是抢钱！抢钱哪有这个来得快？做生意嘛，童叟无欺。记住，这个月底20万，1分都不能少，要不然下个月就不是这个价了。太多了，我怎么还得上啊？还不上，还不上，还不上，哥们儿们帮帮你呗！这长得流光水滑，这要是卖到窑子里，这不成香饽饽了啊？正好哥们儿们还能爽爽。张思思，听说你在秦云家过得很舒服吗？周学斌，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。哟呵，现在敢和我兵哥这么说话了，翅膀长硬了，忘记还欠我兵哥我钱了是吧？都世界末日了，钱有什么用？我们俩清了。你说的也对，都世界末日了，那兵哥要想对你做点什么，你觉得秦云能拦得住吗？忘了兵哥的手段了是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要你帮我搞清楚秦云到底囤积了多少物资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前2天不是刚吃了很多东西吗？这冰箱怎么又满了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冰箱有魔力？我总不能说半夜偷偷来补满的吧？我看是你有魔力。不让我去楼下，那他的物资一定在楼下了。他囤的物资应该在楼下这个房间，可我打不开这个门啊！他囤的物资应该在楼下这个房间，可我打不开这个门啊！你确定吗？他们家就这几个房间，应该没错。等我清理完丧尸，我就过去。干嘛呢？我啥也没干呢。没干嘛，杵在这儿，想进去。没有，我就是路过一下。走什么呀？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？楼下是绝对的禁区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吧？不是，我真的是路过一下，没想干别的。你最好只是真的路过一下。
哥，挺简单的，这丧尸在咱哥咱面前没面子，可不能掉以轻心啊！大部分丧尸其实都在小区和房间里，楼道里的丧尸只是比较分散而已。就看以咱们的身手，如果被那么大规模的丧尸围住的话，也是死路一条。放心吧，哥，在家给丧尸的人都关着呢。出来，很好。等咱把楼道里的丧尸都处理干净，以后就能放心大胆的出门了。不过咱们当务之急还是先弄到食物再说。咱们先挑那个最肥的，把它给裹下来，剩下的咱们慢慢解决。雪冰啊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打听好了，秦家的物资都在1楼放着呢。走4十7。他们还等什么？弄他呀！我早就想找那个小伙算账了。妈的，就算是世界末日，咱也得让他知道什么叫和生。走，再干一次。走。秦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思思她到底哪儿惹到你了？很好，张思思，我原本真以为你只是傲娇吧，我真没想到吃我的，喝我的，最后伙同别人一起来谋害我，是不是？你自己看吧。不是，我不想的，我没想害你，真的。哦，你没想害我。那周学斌是怎么回事？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他跟徐三虎是一伙的。不是，现在小区这么乱，他们人多势众，而且很能打，我也没办法呀。要是他们强行冲进来，会更危险的。所以这就是你卖我的理由。他们现在只要物资，那么多物资，只要分给他们一部分，他们会保护我们的。保护？他们是警察还是联邦军啊？张思思，你这个脑子里都天天在想些什么呢？啊？思思，这件事情确实是你不对。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，尤其是现在末日的时候，一旦让他们进来，我们可能连1厘米都不剩啊！哎呀，你们不懂，他们不是一般人。如果我们不听他们的话，他们是真的会杀人的。我爸当初就是因为欠他们钱，周雪萍上门要债的时候，硬生生把他打的住了院，没过多久就去世了。这件事情你当时怎么没跟我说呢？你为什么不报警啊？我不敢，他们真的不是好人。哎呀，你可真是个蠢蛋呢！哦，法力健全的水不好好利用。现在好了，世界末日了，你倒开始听他们安排了。你要是这么听话，你干嘛天天跟我作对啊？哦，是我不够坏啊！秦云，思思也怪可怜的，这件事儿是他不对。但是我们还是快想办法补救吧。现在是末日啊，外面成千上万的丧尸在围城，末日生存，走错一步，那丢的可是命。张思思，你要是再认不清自己的错误，跟小女迟早被你害死。你们来看哪儿？他们来了！他们3个肯定不怀好意，怎么办？我们快想想办法呀！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楼下藏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不让你们去吗？跟我来。这以前曾经是我父亲的生意，曾经的他是一个职业的设计员。上一世，我就是靠着这一对枪，耗费了1个月的时间，将小区楼下的丧尸清理不平衡，甚至用到单击邻居，给那些所谓的邻居们创造了相对安全的环境，最后却落得这个下场。这一次，你的目标将不是丧尸，而是人。张思思，你不是说徐三虎很能打吗？比起这个，谁更能打？家还有这种东西啊？怎么了？很意外吗？没点手段，怎么在末日混啊？啊，这个给我干嘛呀？让你陪我去杀人，干嘛？我末日只是刚刚开始，有些事情
你总归是要尽力的，毕竟我希望你能陪我走到最后。虎哥，没错，是这儿。里面的人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秦云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别他妈不吱声！开门！秦云，小声，小声点，我把下面丧尸引过来。这个门能开吗？亮哥，这他妈电子锁，我铁丝也捅不进去啊！解开，让我来。虎哥，小心！这在什么？怎么那么硬啊？我操！虎哥，我仔细看了一下，这个门的材质和银行金库门的材质一样啊！这你妈疯了吧？银行金库？是啊，这门硬的一批，就拿切割机对切半天。这扇门最起码50万，谁他妈在家安这门？是不是有病啊？妈呀，他是不是个彪啊？纯彪！虎哥，我觉得这小子可不简单啊！这扇大门很明显就是为了世界末日准备。那他三哥现在还进不去？你这不胡闹吗？费了半天劲，楼道里丧尸都清理干净了，还能让他给当着了？志云，你就是个彪！你之前在群里面不是挺狂了吗？难听我来了，有种你出来，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，给我出来！虎哥，要不咱们先回去吧？这小子既然做足了准备，就肯定不会开门的。咱们先回去。长进。虎哥，当我没说。咋的？听说你找我？那个兄弟，听说咱家门口有点脏，需要保洁吗？俺三哥过来给你打扫打扫。对，打扫打扫。是。这样，你们还怪敬业的呢。世界末日了都还上班，多少工资啊？这么拼啊？为民服务嘛，应该的。要是不需要的话，俺就走了。班长，班长。这来都来了，怎么好意思让你们轻易走呢？要么来一枪。虎哥，你妈的！救命！啊！我刚才是不是伤人了？没事。哎呀，好了，都过去了，而且他们未必会死啊。就算他们真的死了，也是他们应得的，不怪你们。你怎么又哭了？周学斌他……我知道，我懂你。周学斌以前对你家太坏了，现在不会了，以后也不会了，以后他再也不会欺负你啊。我以后再也不会被欺负了。我爸他也还行啊。好了，既然这样，我们今天应该庆祝一下，吃点好的。那我要吃龙虾，上次吃都没我的份，这次还有吗？有，等着吧你。彩晨，人都走了多久了，你还不过来给我松绑？姐，我也想，万一你变丧尸了怎么办？你都被咬了。变了吗？要变早就变了，这都过了多久了？赶紧过来给我松绑，勒得老娘疼死了。电视里都说了，好多病毒都有潜伏期，万一你那病毒还在潜伏期呢？潜你大爷！彩晨，你找死是不是？我，他们回来了。慢点，快！虎哥，本来不死了，再晃下去就真死了。大哥们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丧尸咬的吗？你他妈瞎呀？看不着枪眼啊！丧尸会打枪？别他妈废
我告诉你啊，马上给我准备止血药、酒精纱布。虎哥的伤再不处理，我真没了。这小子真他妈狠，这是奔着要咱们命去的呀！这伤口要再不处理，感染了就麻烦了。我没事，先救虎哥。麻烦了，虎哥这伤口好像打着腰子了。腰子，那我以后还能随小闺女吗？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就先别想这些了，先把命保住要紧呐。罢了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呀！这个青云犯个黑人，咱们一定得弄死他。我不允许这条街上有比我们还牛逼的人存在啊！秦云，这些都是姐夫搞的。命了还好说，前面有枪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不知道啊。秦云有枪，他爹不是死了很久了吗？怎么还会有枪？他爹以前是社区运动员来着。这种事你不告诉我，如果虎哥出了问题，我拿你们两个命陪葬。我拿你们俩陪葬。我之前学过护士，我可以帮忙，你别杀我们俩。行了，雪冰，你学过护士是吧？来，你给虎哥处理伤口。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我还没死呢。虎哥，您现在这情况也就差不多了，您再忍忍啊。哟，难得司大小姐会帮忙做饭。我不会做饭，但我可以学呀。我不能老让萧凌一个人忙活，那不得把累死了。我不累，我呀挺喜欢做饭的。你呀，不给我将碗就错了。萧凌，你和秦云一起欺负我？难道是他们三个又来了？我不怕。月姐，应该不是他们，他们三个应该现在在想着如何保命才是。毕竟那两枪可不简单。那不是他们三个，会是谁呢？这一栋楼就那么几个大活人，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走吧。走，你在前面。周红，不对，这是周红的双胞胎妹妹周雪吧？我记得上一世的幸存者里没有周雪，应该是因为我的原因导致周红变异的时候两个人没有在一起，所以没被她姐姐咬死。谢谢。我记得我跟你不熟吧？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我是来寻求帮助的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求求你收留我吧。你想太多了，我跟你不熟。秦云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。王大妈说要集中物资，然后再分配。我把家里的东西都给她了，但是她就没有音讯了。我现在一口吃的都没有了。不是，你物资都给王大妈，那你去找她呀，你找我干什么？秦云，我求你了啊！我听说你囤了很多的物资，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的，尤其是你跟我之间。你不能不管我！现在是世界末日，你是男人，男人就得照顾女人。你要是不帮我的话，就没人帮我了，金云。啊，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跟你很熟吗？我们的关系到这份上了吗？啊！周姐，你先起来吧。啊，我不起来，他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告诉你啊，这一套对我没用，我数3个数，你要不起来，我就用硬的了。我喜欢，我就喜欢硬的。你家里这2个小姑娘，不就是为了玩这些吗？她们可以的，我也可以。我能做得更好。小姑娘不懂那些，我有经验啊！你相信我，我会很多花样。只要你收留我，什么我都陪你玩，绝对比他们强。哎呀，够了，现在赶紧离开，离开我家！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能收留他们，就不能收留我？你还是不是男儿？
这跟你没关系。不收留我也可以，给我一点吃的，2包泡面，只要2包泡面，我就陪你睡，加上他们4个人一起也行的。刚才你真的没有心动？什么？哦，你说周雪啊？对呀，这2包泡面就能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！这有什么意外的？我不之前不跟你们说过吗？这是末日，稍微一点点食物就能让他们出卖一切。那你说我们吃了你这么多食物，你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想法？对啊对啊，就算你没什么想法，周雪可是会很多花活的啊！哎，对，她还有个双胞胎姐姐吧，好像变成了丧尸。话说，丧尸还能那个吗？打住！你们俩怎么今天不太对劲儿啊？空气里好像有一股什么味道。什么味道？一股酸味儿。怎么可能啊？这我们只是好奇，是吧？对，我们只是好奇。哎呀，有啥好奇的？这样，我电脑里呢有几个 T 的学习资料，你们要是真好奇，我晚上借给你们看看。什么学习资料？萧良，他说的就是那些花活。青云，我觉得有件事情必须要跟你说一下。鉴于我们3个现在住在一个房间，基于某种原因考虑，比如说你的个人需求，怎么说？如果你需要，可以提前跟我们说，我们给你时间解决一下。要不你还想咋的？我们可不是随便的女人。唉，我终于开始有点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后悔没让周雪留下来啊！她不是会很多花活？你敢？他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，就是内脏损伤太严重了，而且失血过多，可能需要及时补充一些营养。营养，吃的呗，等着我去搞。等等，你去哪弄吃的？秦云，虎哥这样都是秦云害的，他脱不了关系。拜托，你是傻逼吗？啊，秦云手里有枪，你过去找死啊！要不你在这待着，和虎哥一起躺板子算了。我还没死。虎哥，您别说话了，保存点体力。那怎么办？不能就看虎哥杆吧？如果是吃的，我还知道一个地方有，除了秦云那里。你们看群里，王大妈，你人啊！我把我的物资给你了，说好的平均分配呢？我今天一口饭都没得吃了。王大妈，你出来啊！你别装死啊你！哎呦，王大妈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不是说好了按战时管理条例吗？这怎么拿了人家物资就跑路了？你这不是老骗子吗？不会吧？还真有人上当啊！哎，我早就说过，王大妈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大家别信她啊！别信她啊！你是说王大妈？对，周雪和周红我经常见，他们平时买吃的，一买就是好几箱，家里吃的绝对不会少。现在全在王大妈那，所以不错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毕竟比起秦云那个难啃的骨头，这个老太婆好对付多了。现在就去，我也去。等等，蔡承安、蔡小霞，你们俩给我好好照看虎哥。如果虎哥有什么3长2短，我要你们俩的命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把虎哥照顾得好好的。很好，等我们哥俩搞到吃的了，也有你们一份。好，一定。哇，有了这些吃的，足够我老婆子再坚持1、2个月了。只是有点可惜，只有周雪这么一个傻子。要是秦云那个狗东西也能送点东西过来，那就好了。你们谁干嘛的？吃了。啊，周雪的食物都在你这儿了吧？什么周雪？有血可碰人，这些东西都是我的。
滚！别做坏事啊！好啊，你敢打老人，我给你进来！啊！打人了！抢劫！救命啊！罗平，他太吵了，丧尸也会。让他闭嘴！你想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我告你非礼！我告诉你，我年轻时候可送进去过7、8个非礼我的。我你妈！我他妈非礼你，我看着恶心。雪冰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咱们是文明人，不要这么野了，弄得满地都是鲜血，很倒胃口。看顺手了，哥，不好意思。行了，拿上东西，走吧。王大妈死了？怎么死的？被徐丹武他们给砍死的。刘大爷说，听到消息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不是，他们3个不是被我们用枪打伤了吗？为啥没事干去杀王大妈呀？是因为食物吧？没错，周雪呢放了几箱食物在王大妈那儿，所以怀璧其罪喽。岂不是说，如果我们没有把他们打退，我们就要落得跟王大妈一个下场了？所以你知道你当时做的有多离谱了吧？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那你尽情的惩罚人家吧。啊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现在这个世道，指不定明后天死的就是我们了。死之前，我总得长长见识吧。我还没讲讲呢。不是你大晚上搞什么？不就是大晚上讲这些吗？小玲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不许擦边啊！装什么装啊？你敢说你没想过？你别乱说，我没有，我没想。看你装到几时？你猜猜，我里面有几件衣服呀？我去，你来真的啊？真的不想看看吗？我去上个厕所啊！你们俩，你快穿上吧，这像什么话呀？穿什么穿？得了吧，别装了，你们俩早就看对眼了吧？我又不是瞎子。不是你干嘛呀？今天这都世界末日了，就别绷着了。这世界上都没几个活人了，再绷着，这人类都灭绝了。要我说呀，直接点儿，该干我们就干了。那个思思的话你别当真，他一直是这样抠着来的。对，我就是想说这个来着。没意思，2个怂包，有色心没色胆。嘿呀，张思思啊，我发现你是越来越不胖了。我有什么好攀的？大不了你赶我走啊！正好你们2个留下来可以那个，说不定啊，这以后生10个崽，我也算为国家做贡献了呢。你搁这当老母猪呢，还10个崽？哦，来了，抢生意的来了，指不定啊，又是那个会花火的。我去看看。走，我们也去看看。既然是刘大爷，他和肖玲是前世唯二帮助过我的人。刘大爷，快，请进。我就不进去了，这不稍微能出门了，我赶紧给你送点东西来。给我送东西？我知道你囤了不少东西，不过这都这么多天了，新鲜的蔬菜没了吧？我呢，没事在家就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的。这是我在家自己种的豆芽，现在也算是稀罕东西了，给你留着点。要是好吃，我告诉你怎么种。刘大爷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吃吧。现在这情况，吃的东西那是用一点少一点。
不大紧，不大紧。能从土里长出的东西，还怕不够吃啊？再怎么世界末日，只要还有土地在，就能有希望。不，我真是不好意思收。哦，对了，大爷，我们现在正在吃饭，你要不先进来吃个饭再说？不了，我吃过了，你们自己吃就行了。我这一把老骨头，随便凑合一下就行。你们才是这个世界的希望啊！年轻人，多吃点。行了，我该回去了，老伴儿还等着我去见他。哎，等等，大爷，要不我送送你？这外面这情况有丧尸。哎呀，你这小年轻，瞧不起谁呢？大爷，我当年可是打过仗的，现在虽然年纪大了，可身手还在啊。一两只丧尸奈何不了我。走了，大爷你慢走。大爷再见。你慢走。大爷你慢走。大爷再见。好啊，年轻真好啊！看到你们都红光满面的，大爷我就放心了。回去了，老伴儿还在等着我呢。大爷再见。哇，这豆芽好新鲜呀，一看就是刚种出来的。哎，我们可以自己在家也种一些吗？看来这末日还是有好人的嘛。是啊，你们说我们要不要回点礼啊？这种时候一袋豆芽可比末日前的一头牛都值钱了吧？不用回礼了。小气鬼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不是我小气，是人家老爷子都说了要回去陪老伴儿了。这不挺好的吗？两个人年纪这么大了，还能这么恩爱，好羡慕。这就是所谓的白头偕老，海枯石烂吗？就是啊，而且他们两个运气都挺好的，都没变丧尸。如果我跟你们说，他们运气没那么好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或许是最后一次见到他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他们的爱，或许比你想象中的深刻的多。淑芬，我回来了。淑芬啊，今天楼道里那些嗷嗷叫的家伙少了很多呀，小区里没几个活人了，没几个好人了。不过有个叫秦云的小伙子，我倒是很喜欢，你应该还记得吧？就是小时候拿过鞭炮炸过我们3轮车的那个。嘿嘿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！一晃眼，那小尿屁盒都长那么大，我看着好像还娶了2个媳妇。以后啊，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小伙子。淑芬呐，今天家里停水了，你种的那些豆芽也没法再浇水了，我都给他们收了，送给那个小伙子。真希望他们能够活得久一点，他们还年轻，这个世界还得靠他们。我们都过时了，老了。淑芬啊，饿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淑芬，让你饿了这么多年。想要吗？想要就爬过来。还挺听话。我还想吃，想要你就要跟我说，你不说，我怎么知道你想要？我想，我想要。
上床等我，爬进去。我什么我呀？想不想要？你大爷狗！给我吃的！你急他妈什么急呀？等我把你姐喂饱的。滚！学兵啊，小心点儿，别把他玩死了。放心吧，哥，这整个楼里也没几个人了，这长流光水滑的，我老仙的了。我先去了，哥。去吧。你姐的服务我很满意，赏你了。豪哥，你醒了？哥，哪儿嘛？搞那么大的动静，俺爹我就算死了也得活过来呀。不好意思，哥，下回注意。那么，哎呦，下次我药都没完了，你搞这事，这不是让俺爹我心痒痒吗？哥，身体重要。给我拿点好吃的，饿死我了。这什么？难吃了死啊！哥，哥，咱就将就一下吧，身体重要。行吧，等我弄懂他了，咱们一定得去把这个仇给报了。秦月在那儿吃龙虾、吃山珍海味，咱们就在那儿吃这什么了？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秦云家那个大门很难攻破，而且那小子手里有枪，正面的话，就算咱们身手再好，也没有优势啊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觉得啊，咱们应该另辟蹊径。别忘了，这里是楼房，咱们为什么不上天台，直接从他家的窗户进去？哎，对呀，我们可以走窗户。这个我在行，我之前去我情人家，她老公回来，我都是走的窗户。哎呀妈，你还真是个天才！这不对也有这功夫吗？行，这个办法我觉得大概率可行。徐兵，你身体状况怎么样？我还行，虽然受点伤，但是还能用得上力，没问题。那咱们就择日不如撞日，正好秦云这小子现在一定是警戒性最低的时候，他大概率会认为啊，咱们哥几个都在养伤。决定了，就今天晚上，他可出其不意。行，走。还是老爸，我和徐兵去就行了。五哥您就在这养伤吧。哎呦，我这腰啊！姐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姐，我忍不了了。凭什么秦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，我们却只能在这里像狗一样活着，吃的喝的要人赏赐，就连住的地方，这明明是我们家，我们却在这里窝着像狗一样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反抗！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反抗！你拿什么反抗？就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人家一只手能打你10个。我是打不过他们，可是我没有姐夫。别提那个负心汉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们也不至于会这么惨。可是我们只有他了。他要是能帮，他早就过来帮了。姐，你想，屋里面那位，还有那个周学兵，都是姐夫打伤的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他们不是要去夜袭姐夫吗？只要我们提前告诉姐夫，让姐夫有所准备，姐夫一定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甚至杀都有可能。
只要他们两个人一死，只要他们两个人一死，屋里就只剩下那个动弹不得的人。姐夫还欠我们一个大人情，这不得感恩戴德？对，到时候我们也可以住进姐夫家里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，再也不用受这窝囊气了。那我们就怎么了？不是虎哥，你怎么？我怎么没睡觉啊？我要是睡过去了，还能听见这么精彩的戏码吗？不是，虎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不是什么意思啊？敢当着我的面寻思背叛我的事，你知不知道，在俺们帮会，像你这样的叛徒都是怎么处理的？对于叛徒，我们会先打断他的手和脚，以后再用刀在他身上一下一下，每一下都是轻轻的划下一小点儿，沉下指甲盖大小的小油点儿。在这个期间，我们还会给他输血，保证他不会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亡，直到最后把他的胳膊、腿所有的血和油都刮得干干净净，只留下光溜溜的骨头。最后，再在他伤口上面撒上了药油，让他慢慢的在痛苦中应点死亡。你们现在。还敢动手？你是不是想死？我从来是不打你，但这次我够你！我的腰这以后我都睡不了小美人了啊！我伤人了，做得好。今天要没把他杀死，我们就得死了。陈明亮和他回来，我要知道虎哥死了，一定会杀了我们的。老姐夫，手机，我的手机呢？在捣乱什么呢？啊，不，你还睡不睡啊？哎呀，女人的事你少管。啥玩意儿？哎，你能不能管管你家这货？哎，我已经睡着了。你这是睡着了吗？你睡着还能说话？我做梦了。哎呦！你别闹，我先看看消息。看什么消息啊？比我好看还比小脸好看？姐夫，周学兵和陈明亮准备去夜袭你，在楼下阳台窗户爬上去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什么鬼？这蔡成安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？这不是见鬼了吗？难不成他们那边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？哎呀，不是，你别闹了，出大事了！能有什么大事啊？周学兵跟陈明亮准备从阳台夜袭我。啊！周学兵跟陈明亮准备从阳台夜袭我。啊！他们要夜袭，那我们快做准备啊！对对，我们赶紧去拿枪。哎，先别急，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着急呢？说不定一会儿他们就进来了。对呀，他们实力很强的，要是被他们摸进来，我们就完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现在不会还想着那些事儿呢吧？好家伙，大不了危机解除了，我来带萧凌跟你一起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！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他竟然已经到了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要不我们小心点，去拿枪吧。哎，哥们儿，喂，这个玻璃防弹的，双面夹胶的，你手里那个小钩刀不管用的，要不要考虑？哎，换个工具，换个工具。哎，对。学兵怎么样了？亮哥，
人告诉我这玻璃是防弹玻璃。谁他妈有病在家安这玩意儿了？啊，亮哥，他妈他有钱烧的呀！啊，你出来呀！给我打架！出来！他急了，看他急了。你这个玻璃真的是防弹的？当然了，专门防这种小贼。厉害呀！这个我还倒是真是没想到。进不来吧，小烂子！操，出来呀！咋够的？我们要你命！狗东西不要脸！有两个妹子咱别不要脸！亮哥，他们眼神太烦了，我好像是个小丑，我好像是个小丑。亮哥，你拉我上去吧，咱换一个别的办法不行，我他们有点恐高。还真有那种神经病，再加俩防弹玻璃。是我疏忽了，想得秦羽已经提前知道世界末日了，他肯定会做足了准备。防弹玻璃这种东西，一定会有的呀。那只能另想办法了。虎哥，虎哥，你别吓我！谁干的？蔡小霞，蔡承安，雪冰，我知道了，就是这姐俩趁着咱哥俩不在，把虎哥给杀了。不可能，即使虎哥受伤了，那两个弱鸡也不是虎哥的对手。你他妈动动脑子好吗？这个家里除了他们俩，还有谁能进得来啊？而且他们俩人呢？啊，跑哪去了？我要杀了他们！不，我要让所有人给虎哥赔偿！雪冰，我下江湖召集令，所有魂国道上的幸存者，只有他们还活着呢，死也他妈给我死在这个小区！要不我们继续？那什么，刚才你说的那事儿还算不算？什么事儿啊？就是秦羽，你果然不是好人。怎么样？我从住进来第一天就知道了，都说了，他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不过呢，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觉得你也跑不掉了，就从了吧。你们怎么？干什么？不是今晚怎么这么热闹啊？丧尸都要睡了，大晚上的，这些人不睡觉了吗？哎呀！前锋，开门啊，前锋！啊，这蔡承安啊，大晚上来找我干什么呀？我们这不是刚把徐三虎杀了吗？专门来投奔你来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们把徐大虎给杀了？是真的，是我动的手，快开门让我们进去啊！承安啊，承安，你怎么能去杀人呢？你这是违法犯罪，我怎么敢放你进来？你现在这属于是杀人犯，而我嘞，这是包庇同罪。啊！姐夫，这徐三虎不是你打伤的吗？这是我打伤没错，但我又没杀了他，我可是正能量青年。你怎么能杀人呢？好可怕！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他不可能跟蔡小霞藕断丝连。那谁知道呢？万一他心软了呢？我了解他，我相信他。得了吧，你才认识他几天呢？
青云，我求求你了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开玩笑，你就让我们进去吧，他们马上就要来了。啊？我难道很像开玩笑吗？蔡小霞，你觉得我真的会让杀人犯跟我待在一起吗？赶紧走吧，不要连累我。警察叔叔来了，我还要去如实交代的。青云，你混蛋！我们为了你得罪了徐三虎，得罪了陈明亮，得罪了周学兵，你现在连门都不让我们进去吗？我真的好感动啊！你居然为了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真是哭死哎！哎呀，可是蔡小霞，这个门你终究是进不来，毕竟你要进我家门，我还要给800万的彩礼，我还得给你弟弟搭一辆100万级的豪车，我现在怎么可能掏得出这么多钱嘛？让我进去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们进去吧，好不好？不要了，真的不要了。我有800万的彩礼你都不要了，100万级的豪车你也不要了。哎，房子是不是也不用写你名了？不要了，都不要了。可是这个点儿，民政局也没上班。算了，你们明天再来吧。秦宇，你他妈杀了娘！不好意思哦，你才知道啊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们进去吧，好不好？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敢凶你，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，只要你让我进去，我做什么都行，好不好？蔡小霞，从你认识我到现在10几年了嘛，你曾经有无数次机会，但一直都是我在苦苦追寻。好了，可是你一次都没有把握住啊！不好意思，这一次不该轮到我拒绝你了。秦宇，你就让我们进去吧，我们还能去哪儿呢？他们在我家，你不让我进去，我会死的，我会死的，我还能去哪儿？我只能来你这儿了，秦宇。小笨蛋，你还可以去死啊！秦宇，你怎么这么对我姐？你还是人吗？亏我还这么多年叫你姐夫。姐夫，蔡生啊，你初中就开始辍学，现在得有10几年了吧？你赚过1分钱吗？你身上穿的、戴的、用的，全都是我花钱给你买的，都得个成千上万吧？啊！你呀，和你姐都一样，都是把白眼狼。我辛苦工作了10几年，最后这点钱我都搭在你们俩身上了，我现在真是仁至义尽。这都是你自己非要给的，又不是我非要的。啊，对，是我主动的，但我现在不想主动了。再见。你们两个别藏了，藏得住的啊。我没有想要偷听，是思思她非要听。哦，嘿，你个绿茶婊，搞得像你不想听一样。嘿，你说谁绿茶婊的？我看呀，我顶多是绿茶婊。想骂架是吧？我可不怕你。走走走，咱到小房间走了，走走。行了，别演，太假了。听都听了，而且我的事情你们俩不是不知道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我做的对不？这个嘛，从道德上来说没什么问题，从法律上来讲呢，也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呢？总之就是干得漂亮。各位兄弟，末日灾难之下，各位还能赶来相助，没别的，我代表虎哥，谢谢各位了。不只是我们，还有很多兄弟死在了路上，丧尸太多，一不留神就会丧命。可我一个小区里有4个兄弟出发，只有我一个到。兄弟啊，义字在心中，相信各位的情谊，虎哥在天之灵一定可以感受到。亮哥，虎哥到底谁杀的？兄弟，这个已经不重要了，反正杀害虎哥的凶手
他就在这栋楼里。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把这栋楼里所有能动、活着的都变成尸体。好，为了虎哥，大开杀戒又何妨？亮哥，你说从哪开始？既然决定了要砍，那就挑那个最难砍的。哦，秦云。好，我他妈早想干他了。兄弟们都到了，怎么也得把他啃下来。不过现在的问题是，咱们该怎么砍？秦云的家里硬得跟个龟壳似的，很难砍。不光他家有个金库的大门，这小子手里还有枪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不就是被他打伤的吗？要不是因为这次受伤，虎哥也不会死。秦云就是罪魁祸首。我有办法对付秦云。这样，用这个一下就开了。牙签儿，不是铁丝儿，用牙签开斧我都做不到。我姓周，你也姓周，还不明白吗？周雪，我真是没想到你隐藏的这么深呢。原来你也是神通世家的人。那你之前为什么会被王大妈骗我？哈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这才反应过来啊！王大妈那种骗术，怎么会有人上当？我和徐三虎家有救，看到徐三虎受伤，这才通过这种方式给你们帮助。没想到徐三虎还是死了，给他报仇算我一份。你的意思是你有办法突破秦云的防御？当然。其实这事很简单，我曾去过秦宇家一次，仔细观察过他们家的防御系统，想要侧门攻破很难，只能从大门下手。他家那个大门硬的跟龟壳一样。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东西都真的无坚不摧。好巧不巧，我家正好有一台切割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咱们还真的有机会了。不过这秦云的手里可是有枪的。枪不难对付，用足够硬的铁板能挡住身体就行。好巧不巧，这个我家也有。这么一说，就可以当着秦云的面切他们家大门，破坏他的安全屋。想想都爽。还等什么？干秦云去，给虎哥报仇！干他！走！经过这件事，这些人大概率会以我为尊。这种情况下，手下有这么一帮人，哪怕是末日，我也能混得风生水起。我爱你，爱你，亲爱的亲爱的小李，见到你我就心我。出大事了！你进门不知道敲门了吗？啊！哎，你快出来！怎么了？怎么黑屏了？刚才外面来了一帮人，噼里啪啦的，然后这个视频就黑了，这是不是坏了呀？这外面一直有动静，可就是看不到。这不是坏了呀，这是摄像头被人堵住了。啊？堵摄像头？谁干的？那我们要不要出去看看？等等，先别开门，我感觉情况不太对劲。这是切割机的声音，有人在撬我的大门。切割机？现在不是停电时间吗？他们怎么？妈的，从哪儿冒出来的？真的见鬼了！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他们会不会冲进来呀？短时间内应该不会，这扇大门的安全机密，就算是切割机切，它也得切半天。我们现在还有时间。哎，我们不是有枪吗？开门射他！他们既然敢光明正大来切我的门，大概率就知道我是有枪的，所以他们肯定有所准备。不行，太危险。那我们也不能这么干等着呀。等等，让我想想。外面有人吗？我知道你听得见，你别把别人当傻子啊！那切割机那么大的声音，谁都能听得见，还把摄像头堵上没有用啊！来呗。周雪，没想到是我吧？意外吗？这倒是真没想到，我以为是周学兵、陈明亮他们，没想到是你。哦，他们也在啊，我们是一起的。我说过我会回来找你的，你的一枪之仇我来报。还有虎哥的死，徐三虎是被蔡成安搞死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又没杀人。蔡成安那个小兔崽子，我会找他的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你死！哎呦，我好怕呀！你来整死我呀！
口舌之力罢了。等门破了，你可就笑不出来了。哼，我是真的很好奇，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处处针对我呢？啊？难道我很坏吗？还他妈不是因为你太嚣张了！我很嚣张，不应该吧？我不过就是想天天能在家里边安安分分的待着啊，不惹事儿也不出门。好了，然后结果你们天天为什么要找我麻烦呢？你们说为什么呢？这很难理解吗？那是因为你过得太好太舒服了。这个世界上只有强者才配拥有更多资源，而弱者只配被人踩在脚下。可你拥有你不该有的一切资源，这就是原罪。强者、弱者，合着在你们的眼里，我就是个弱者，我就不应该吃，也不应该喝，我就应该风餐露宿，我就应该挨饿受冻，是不是？你难道不是弱者吗？是什么让你们产生了这种错觉，认为你们就比我强，我就是个弱者嘞？别他妈废话，等门开了，你就知道你的下场了。看来是时候把那个东西拿出来，送给强者到底。我现在呢有一个选择，能让咱们摆脱危机，但是呢会死很多很多的无辜群众，并且几个月甚至半年之内，我们可能都不会离开这个房间。你是有什么秘密武器杀手锏吗？算是吧。会伤及无辜，怎么个伤及法？大概率就是整个小区除了我们3个之外，几乎就没有活人。啊？什么东西啊，这么厉害？我到时候用了你就知道。如果我们不同意，你会选择不用吗？当然不会了。对于你们来说是需要思考的，但对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已经死过一次的我，不应犹豫。那你还问我们？你不是都有决定了吗？可是你们不觉得这样真的很帅吗？我觉得吧，你觉得帅，我就觉得你帅。你搁这跟我说绕口令呢？亲啊，我觉得你对帅好像有什么误解。你这个女人是一点都不解风情。看来，本来以为想用正常人的方式跟他们相处，看来只能赶尽杀绝了。走，开干！不是，这不就是个喇叭吗？小莲，你觉得呢？我看也是。没错，它就是个喇叭。这就是你说的能杀死一个小区所有人的秘密武器？这不仅仅是个喇叭，经过我的小小改造，它能发射低频的次声，传播范围很广的，几公里都能听得到。而且这种次声波，普通人听不见，但是丧尸却能听见。也就是说，这种声频对着丧尸有着极大的召唤作用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就是个召唤器？没错，一旦按下这个开关，短时间内方圆几公里的丧尸都会蜂拥而至。除了我这种特殊设计的房子之外，他们会冲进每一个角落，杀光每一个能动的东西。等，你刚才是不是已经按了？是啊，现在已经启动了。平平，进度怎么样了？接了10%了，预计今天晚上就能把门卸下来。很快点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是有种不太好的感觉。有什么不太好预感？这进度不挺快的吗？自己也说不上来，但是我就是感觉这个青云他有点……青云表现得太淡定了。没错，你们想啊，我们都开始切他家大门了，他凭什么还能这么淡定？难不成说这还有什么杀手锏？亮哥，你想多了，他还能有什么杀手锏？难不成冲出来砍我们？这砍人我怕过去。哎，你没有觉得哪里震啊？这不切割机吗？不对呀，切割机的震动是有规律的，这个震动怎么像动物大迁徙啊？我怎么了，徐兵？外面都是丧尸！爸，怎么会这样？走！放心，这门结实的很，过了今天
整个小区估计就剩咱们3个大活人了。那这些丧尸会散开吗？短时间内不会。做好半年的准备吧。哎，我有个问题，就是你囤的物资里面小气球多不多？这要是不够用的话，会坏小宝宝的吧？